这棒球12强赛昨开战当日进行当中，不过主要比赛场地台北大巨蛋又搁发生漏水的问题，甚至搁受到韩国媒体关注。台北市长周万安表示，已经有要求体育局随时进场来会勘。12号，我们就有到大巨蛋体育局和公正第三方土木技师工会，发现有漏水情形，就依合约开罚120万元。接下来，我也要求体育局，不管在12强赛事或是台风来临期间，也会再和第三方公证单位随时进场去现场会勘。如果发现有漏水，就会再依合约开罚每日10万元，那最高上限就是300万。12强赛当日进行当中，而且这即马天土风台是直直来挖进咱台湾。市长周万安表示，若是大巨蛋的漏水问题无改善，即日就要甲因罚10万连续甲因罚。因为台北市若是宣布放风台假，迄天的比赛就会取消。续落来则过来针对比赛的日期、时间，抑阁有地点做讨论。